贏家詛咒，賭場不怕你贏，最怕你唔走。你知唔知點解賭場最中意嘅唔係嗰啲輸到仆街嘅窮鬼，而係嗰啲岩贏咗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嘅幸運兒？你可能會話我黐線贏錢嘅喎，仲有比贏錢開心。但你有冇諗過，賭場入面嘅每一張台、每一盞燈、每一個荷官嘅笑容，其實都係計算好嘅陷阱。佢哋唔怕你贏，佢哋最怕嘅係你贏完之後就識得轉身走。坊間流傳一句老話：怕你唔贏，最怕你唔嚟。呢句嘢聽落好似講緊賭場想你嚟消費，但真正嘅意思遠遠唔止咁簡單。一個人喺賭台上面輕輕鬆鬆攞走本來唔屬於佢嘅百幾萬，佢當刻嘅感覺唔係我發達咗，而係呢個世界原來咁易揾錢。呢種錯覺先係真正嘅催命符。你話贏錢有幾爽？我講個真實場景俾你聽。想像你係一個打工仔，月薪2、3萬，供樓供車，日日逼巴士，逼到攰過狗。有一晚你入咗場，落咗幾鋪運氣爆棚，1個鐘頭之內贏咗成300萬。你嗰刻嘅心跳嗰種腎上腺素飆升嘅感覺，我講俾你聽，比你人生任何一次升職加薪都要強烈10倍。你嗰刻會覺得呢個先係我應該過嘅人生。但呢一刻正正就喺賭場要收割你嘅開始，贏錢嘅黃金30秒，其實係人性最脆弱嘅嗰一刻。心理學有個講法叫多巴胺降維打擊。你嘅大腦本來對住嗰份月薪已經建立咗一個正常快樂值嘅標準，可能你加人工500蚊都開心足足1個禮拜。但當你一次過贏咗300萬，你嘅大腦會分泌出平時幾十倍嘅多巴胺，嗰種快感強烈到你成個人好似飛起咗一樣。問題嚟啦，人嘅大腦係有記憶嘅。你試過一次咁強烈嘅刺激之後，往後但凡刺激唔到嗰個水平，你嘅大腦就會自動將佢定義為垃圾。乜嘢叫垃圾時間？就係你返工嗰8個鐘，同你老細開會嗰陣，同你計住月尾出糧嗰陣，你嘅大腦已經唔覺得呢啲嘢重要㗎啦。因為同賭台上面嗰30秒相比，呢啲通通都變成背景雜音。你話呢樣嘢恐唔恐怖？一個人本來可以安安穩穩打份工，供層樓，養大個仔女，但贏咗一次大錢之後，佢會開始覺得呢種慢生活簡直係浪費生命。佢會不停咁問自己：點解我要為咗嗰幾萬蚊人工，日日返工返到咁辛苦？我上次1個鐘頭就贏咗300萬啦喎。呢種心態一旦形成，你就已經中咗賭場嘅圈套。仲要係最深嗰種消費觀，一旦拉高就冇得返轉頭。你以為贏錢嘅影響只係心態咋？錯，佢會實實在在改變你嘅消費行為，而且呢種改變幾乎係不可逆轉㗎。試幻想下一個贏過1000萬嘅人，佢去食飯睇餐牌嗰陣已經唔會睇價錢，佢叫嘢食唔係憑需要，而係憑心情。今日心情唔錯，開支香檳埋單幾萬蚊，佢面都唔會紅一下。你話佢傻？唔係，佢只不過係被自己嘅大腦訓練成呢啲錢係細數。呢個就係所謂閾值拉高人嘅消費觀，好似把尺一旦被拉長咗，你就好難再縮翻細。想像你條橡皮筋，你一路拉一路拉，
拉到最盡，你鬆手，佢彈返轉頭，但已經唔係原本嗰條橡皮筋啦，佢已經鬆晒，冇咗彈性。人嘅消費心理都係咁。你試過一餐飯使幾萬蚊嘅爽快感之後，你再叫你食返嗰啲平嘢，你會由衷咁覺得呢啲嘢我點食得落？呢個就係點解好多贏過大錢嘅人，最後會越使越多，越使越快，直到有一日，佢發現自己個銀包已經支撐唔起呢種貴族式嘅生活方式，但佢個腦仲停留喺我係有錢人嘅幻覺入面。呢種落差先至係逼瘋一個人嘅真正原因。賭場唔怕你贏，最怕你準時走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咁點解賭場肯俾人贏咁多錢？佢唔怕蝕本咩？真相係賭場從來都唔怕你贏錢，佢哋最怕嘅係你贏完錢之後識得起身兌現，然後離場。因為一旦你離開咗賭台，你嗰筆錢先至真正屬於你。但只要你仲坐喺度，只要你手上仲有籌碼，呢筆錢就永遠只不過係一堆數字，一堆隨時可以變返做零嘅數字遊戲。賭場設計嘅每一個細節，由燈光到音樂，由荷官嘅節奏到隔離台嘅歡呼聲，通通都係為咗令你唔想走。你贏咗錢之後，腦入面會自動諗：我而家咁順，唔玩多鋪，唔係浪費咗呢種運氣。呢一念之差就係賭場收返晒啲錢嘅關鍵時刻。好多人以為自己會喺贏到某個數字之後見好就收，但事實係你身處賭台嗰一刻，你嘅理性判斷力已經被多巴胺蒙蔽咗。你唔係冇計劃，你係冇能力執行呢個計劃。呢個就係為乜賭王嗰個年代圈內人一直講嘅一句話：賭場唔怕你贏一次，佢怕嘅係你贏完之後仲有下一次。你而家明唔明？點解贏大錢先至係真正嘅倒計時？因為由你攞起第一注開始，賭場已經喺度計算緊幾時先係收割你嘅最佳時機。而呢個時機往往就喺你覺得自己天下無敵嗰陣出現。如果你唔想有一日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因為一次幸運而賠上成個人生，記得點樣嘢，贏錢嗰一刻唔係終點，而係考驗先至真正開始嘅起點。想知道接落嚟呢班幸運兒點樣一步步行向毀滅，記得留意落嚟嘅內容，我哋會繼續拆解落去。E.K. 明，當你揸住從賭場贏返嚟嘅幾十萬，大搖大擺行出大門嗰陣，你以為自己係贏家，其實你只不過係賭場長期放養嘅一頭肉豬，佢哋淨係等緊你養肥，然後先至落刀。你可能會話：我贏咗錢，走人關我咩事？我又冇再落場。但我講俾你聽一個殘忍嘅真相，最慘嘅結局唔係因為你冇錢，而係因為你再都頂唔順慢慢賺錢呢種痛苦。你諗下一個成日輸嘅人，佢知痛，佢會驚，佢會有戒心。見到賭台都會雙腳發軟，但一個贏過嘅人唔同，佢個腦入面刻咗一個畫面，就係嗰個高光時刻，嗰一刻籌碼堆到成座山咁高，荷官對佢不恭不敬，隔離台嘅人望住佢，眼神都變埋呢個畫面，會成為佢餘生最要命嘅詛咒。呢個就係所謂嘅贏家詛咒。你以為你贏咗一鋪就完咗，唔係你輸嘅，唔係嗰鋪錢，你輸嘅係你嗰顆知足嘅心。賭場嘅精密計算
唔止喺條數，好多人以為賭場淨係識計數學期望值，夠計邊張台開出邊張牌嘅概率計，每一鋪莊閒嘅勝率。你太天真啦！賭場真正嘅武器從來都唔係數學，而係對人性嘅馴化。夠呢套馴化系統分足足3步，每一步都精準到令你頭皮發麻。第一步俾你甜頭，令你覺得自己好特別。夠你估賭場點解會俾你贏第一鋪、第二鋪，甚至連續贏好幾鋪？唔係因為你叻，係因為佢哋要你覺得自己特別。你有冇發現？好多人第一次入場運氣都出奇咁好，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設計你贏咗之後，荷官會用一種特別嘅眼神望住你。公關會行埋嚟同你打招呼，幫你叫杯嘢飲，甚至同你講：先生，你今日手氣正喎，好少見到有客人咁勁㗎。呢句說話講出口嗰刻，已經開始喺你腦入面種落一個種子。我唔係普通人，我係被幸運女神眷顧嘅。嗰個睇到呢度如果你開始覺得後頸有啲寒，證明你已經開始清醒返啦。記得喺彈幕嗰度打個及時止損，呢個唔單止係俾我睇，更加係俾你自己一個心理暗示，提醒自己千祈唔好行埋去嗰種特別嘅幻覺入面。第二步令你產生技術流嘅錯覺，贏多幾鋪之後，你個腦會開始編故事，你會開始相信自己贏錢唔係靠運氣，而係因為你睇通咗路數。你會記得自己邊鋪點樣落注，會開始總結所謂嘅心得，幾時應該加大注碼，幾時應該收手，邊種牌路值得跟。你甚至會開始教身邊嘅人點樣睇路。呢一步最陰毒嘅地方在於，賭場根本冇做任何嘢，佢哋淨係企喺度睇住你自己一步步行入呢個陷阱。因為一個相信自己有技術嘅賭徒，會比一個純粹搏運氣嘅賭徒落更多注，玩得更耐，輸得更甘願。第三步令你為咗揾翻嗰種贏嘅感覺，押上全副身家。呢一步先係真正嘅收割。當你終於開始輸嘅時候，你唔會覺得係手氣衰，你會覺得係仲未到我發力嗰鋪。你個腦仲停留喺嗰個高光時刻。你唔甘心，你唔信邪，你覺得只要自己肯落多一注，肯搏多一鋪，就一定可以揾翻嗰種感覺。呢一刻你已經唔係喺賭錢，你係喺賭命疊馬仔，同 VIP 公關永遠企喺你個背脊後面。講到呢度，就一定要講疊馬仔同 VIP 公關呢班影子人嘅角色。你以為佢哋對你好，成日噓寒問暖，幫你安排靚房，送你靚表靚袋？醒下啦！佢哋比你自己仲希望你贏。點解？因為只有你贏夠大，你先會膨脹，你先會覺得自己揸住嘅唔止係錢，而係一種身份。疊馬仔嘅佣金係跟你嘅流水計，你落注越多，佢哋賺得越多，所以佢哋會不停咁照顧你。喺你輸緊錢嗰陣，仲會好溫柔咁同你講：先生，唔緊要，你今鋪手風未到咋，我幫你安排翻啲籌碼，你慢慢嚟。呢句慢慢嚟，你知唔知埋伏住幾多殺機？呢班公關同疊馬仔，佢哋嘅工作唔止係陪你玩，而係全程監控住你嘅心理狀態。你面色一變，佢哋就知；你手震一下，佢哋就知；你開始煩躁，佢哋就知你差唔多到極限。然後佢哋會好貼心咁同你講：
先生，不如你試下借多2手周轉一下，等你手風翻嚟，一次過贏翻晒。你有冇發現周轉呢2個字幾時都講得特別輕鬆，就好似借高利貸唔係借錢，而係一種暫時嘅安排咁簡單。呢種心理錯覺先至係所有跳樓悲劇真正嘅根源。一個人唔會因為一開始就想借高利貸去賭錢，佢係一步步被呢套系統推埋去，推到自己都唔覺意，先至發現自己已經企喺天台邊度。如果你睇到而家仲覺得自己有本事喺呢場遊戲入面全身而退，我勸你認真諗一諗，一間開足幾十年賺到盤滿缽滿嘅賭場，同一個普通人對賭，邊個贏面大啲？你心入面應該有答案。仲未關注嘅朋友，建議而家就去主頁翻下我之前幾集拆解賭場潛規則嘅內容，睇完你就會明白。普通人想喺賭台上贏過成部機器概率幾乎係0。而下一集我會同你揭開呢套心理馴化系統背後最後一步嘅致命陷阱，點樣一個人由贏家變成自己人生嘅死囚？呢種必勝法唔係靠出千，唔係靠內幕，而係靠每一個踏入賭場嘅人骨子入面嗰種永遠都克服唔到嘅貪念。你以為你比其他人聰明，你以為你可以全身而退，但賭場根本唔需要出千，佢哋淨係企喺度靜靜睇住人性自己上演一幕又一幕嘅悲劇。我哋講咗咁多集，由高光時刻嘅多巴胺陷阱講到疊馬仔同公關嘅心理操控，你可能仲會問，咁最後嗰班贏過大錢嘅人究竟去咗邊？我講個真相俾你聽，可能比任何電影都要震撼。呢班人最後嘅結局往往唔係破產2個字咁簡單，破產只不過係表面，真正塌晒嘅係信用破產、人格破產、家庭破碎。你諗下，一個人為咗追翻嗰種贏嘅感覺，問遍晒身邊所有人借錢，問到親戚朋友見到佢都要閃，問到老婆仔女對佢嘅眼神由信任變成防備，最後連最親嘅人都唔再信佢一句說話。呢種失去遠遠比銀行戶口得返0蚊仲要痛。更加恐怖嘅係，當一個人嘅偏財運透支咗之後，佢嘅正財路都會跟住被堵死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贏錢多少同做正行有咩關係？關係大到你想象唔到，因為一個試過1個鐘頭贏300萬嘅人，佢已經再冇能力剩低嚟做任何實業。你叫佢由零開始一步步做生意，1蚊1蚊咁賺，佢做唔到，唔係佢冇能力，而係佢個腦已經被訓練到只識得追求一鋪翻本嘅快感。呢種快感就好似毒癮咁樣，會跟住佢一世。你見到好多曾經風光過嘅賭徒，人生最後階段唔係企業家，唔係投資者，而係不停穿梭喺唔同賭場之間嘅遊魂，靠住僅餘嘅人脈借錢翻本，一次又一次將自己推落更深嘅深淵。呢啲真實嘅晚年生活，唔使我加鹽加醋，本身已經夠震撼。所以我想同你講一個反直覺嘅結論：呢個世界上最幸運嘅人，唔係嗰個贏過1000萬嘅幸運兒，而係嗰個第一次踏入賭場，輸咗幾千蚊就嚇到面青青發誓以後都唔再踏入呢道門嘅人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點解輸錢反而係幸運？因為輸
其實係上天俾你最後一次警告，佢用最細嘅代價提早同你講，呢條路唔適合你，快啲走而贏，先至係拉你落地獄嘅請帖。佢用最甜嘅糖衣包住最毒嘅藥，等你自己心甘情願咁吞落去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句賭王何鴻燊真真正正講過嘅說話：人生不賭就是贏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一個開賭場揸賭業牌照幾十年嘅人，點解會講呢句嘢？但事實係何鴻燊自己從來唔賭錢，佢亦都唔准家人賭錢。一個真正見證過成千上萬人喺賭作上興衰起跌嘅人，佢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賭徒信嘅係運氣，但真正嘅贏家信嘅係能力。運氣會用光，但能力唔會。呢句說話唔只係講賭場，佢其實講緊成個人生嘅邏輯。你諗下，我哋每一個人嘅一生都面對住偏財同正財兩條路。偏財就係嗰啲一夜暴富唔使努力嘅橫財，可能係賭錢，可能係炒作，可能係任何一種一步登天嘅幻想。正財就係你日復一日返工、儲蓄、投資、學習、累積經驗換嚟嘅穩健增長。偏財嚟得快，去得都快，佢會摧毀你對慢慢嚟嘅耐性。正財嚟得慢，但佢會陪你行到最後，越滾越大，越疊越厚。呢個世界從來冇一夜暴富之後仲可以長期幸福嘅人，但就有好多好多靠住一步一步穩健積累，最後行到人生贏家嘅普通人。呢個先至係真正應該被歌頌嘅逆天改命。如果你而家正深陷喺呢種貪念入面，或者因為最近贏咗一筆錢而蠢蠢欲動，覺得自己手風正到爆，我請求你冷靜落嚟，諗翻呢一集嘅每一句說話。你嗰種想贏多一鋪嘅衝動，唔係你嘅本能，而係一套精密系統喺度操控緊你。你唔係天選之子，你只不過係肉豬養肥計劃入面其中一個仲未被宰嘅數字。大家如果覺得呢期內容真係有啟發到你，麻煩幫我點個讚，分享俾身邊嗰啲仲相信賭錢可以翻身嘅朋友。可能你隨手一轉發就救翻一頭家。喺評論區留翻言話，我知你有冇試過嗰種明明知道應該收手，但雙腳已經唔聽使喚嘅時刻，我會逐條留言睇。希望我哋呢個頻道可以成為好多人喺人生陷阱邊緣嘅一座燈塔。仲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，睇透人性嘅另一面，先至可以真正掌握自己嘅人生。因為呢個世界最大嘅賭局，從來都唔喺賭場入面，而喺你自己個腦入面。